上传抖音的影片，上传抖音的影片呢，另外会有一个档案存在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按了提档嘛，所以它会有部分在我们的档案资料夹影片上，现在退出了，按一下就。你看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有神教？这个就是啊，几秒钟看一下，按一下，诶，哦，原来现在还是在抖音里面呢。退出去，退出去的时候会顺便看到影片。你看，要按几下才会退出去。你看，我看到影片，有看到。